大家好，我係 JK，今次會一連兩集講下濕疹。濕疹有好多成因，主要分為以下9種： 1. 過敏體質，家族或父母有濕疹病史； 2. 消化系統功能障礙，異體蛋白質過敏原進入體內； 3. 壓力過大、過度疲勞、過度精神刺激； 4. 內分泌及代謝紊亂，例如黃酮體自體過敏性濕疹同糖尿病濕疹羊皮疹等； 5. 血液循環障礙，例如下肢靜脈曲張所引發嘅下肢濕疹； 6. 經常接觸刺激物質，例如水、化學清潔劑同灰塵等等； 7. 衣服嘅排汗功能差，或者唔透氣嘅材質刺激到皮膚； 8. 特定季節，例如夏天炎熱潮濕，汗水刺激皮膚誘發濕疹； 9. 皮膚過度清潔保養，令面部出現濕疹。按呢3個穴位都有助減輕濕疹症狀。第一，曲池穴，喺手踭內側呢個位置，用拇指按另一隻手嘅曲池穴，同時屈伸手踭，持續按摩約3分鐘，直到有酸脹感為止。第二，血海穴，喺膝頭內側呢個位置，用拇指按摩10到30次為一組，每次3至5組。第三，陰陵泉穴，喺小腿肚接近大腿交界呢個位置，用手指按摩穴位，要有酸脹感，咁就啱啦。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改善濕疹問題。下集會介紹濕疹飲食耳記同另外3個穴位。最後記得留言攞走去濕止痕食譜。最好 like 同 share 啊，下次見。